新北市長的選戰來看，民進黨的蘇巧慧甲國民黨的李四川，昨暝是前後來到三重埔參加到里長的餐會。蘇巧慧佇現場唱歌，甲這個氣氛是炒甲真熱。啊，李四川是簡單來致辭，就比較較冷靜。為台下頂唱到台骹，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蘇巧慧昨暝參加三重埔里長聯誼餐會，開金嘴隨炒熱氣氛。現場的氣氛鬧熱滾滾，個人看到蘇巧慧就開始跳舞。最近蘇巧慧直直唱《粉紅媽祖》，甲民眾伴暖，啊對比伊的對手。我一定會盡全力。再回新北市。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李四川嘛到場，不過當人無拄到。李四川致辭講甲嘴甲全破，講了嘛達到去敬酒，拜託大家支持，不如個和蘇巧慧比，互動較冷清。最近伊建立競選團隊，這位前普選西裝的是前國民黨副秘書長江俊廷，嘛是前黨主席朱立倫的人馬。李四川嘛邀請真濟少年人來做幕僚，大家攏會向媒體發布行程和相關畫面。看有啥物代志你甲講。拜會巴黎當地里長李四川雖然比蘇巧慧晚起步，不過有拼命佇咧趕進度。最近嘛接走電話聽基層心聲。我從早上大概6點多鐘跑到現在，那巴黎所有的里長，我每一個里長今天全部都拜訪完。我們已經在新北市認真努力準備，勤跑超過500天以上了。那我想我們是最早準備。舊了過年前，就甲新北29區的市場拜會煞，蘇巧慧除了新北走透透，嘛不閃時留政績，說明未來的政策環境。李四川發出公投政策，要向台北市長蔣萬安同齊大話真正，就要閣強調一定接下朱立倫侯友宜認為前市長的職務，全力推動公共脫票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